台南市长黄伟綽跟啦啦队女神兰兰跳着应援舞蹈，替2025台南校养揭开序幕。为12月14开始，每礼拜假日时拢有亲子活动，分别伫新营、麻豆、新市，也搁有伫永华市政中心21号的圣诞演唱会，甲31号的2025跨年活动。我们台南市的跨年已经打出品牌，而且在定杠5名，现在 A 杠5出名，许多县市都是以台南为标准，台南为指标。不过相对的，我们资源是比较少。我们其实如果翻开这个预算以及整个活动的金额来讲，其他县市都是台南的动辄台南2倍、3倍以上，所以我们真的是 CP 值最高的跨年系列活动。市府精心规划多样的圣诞跨年活动，就是希望大家会当来到台南做一个亲子旅游。对着大家上期待的卡数到底有啥迷人呢？跨年吗？目前其实卖个关子，我是主持人，但是刚刚有说到3场演唱会，所以我会可能是在其中一场，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。黄伟綽表示，台南无上好，只有更较好，反正来就对咯。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。